等一下哦。今天是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然后跟弥勒救苦真经一次，就回复以前的格式。Okay. 弥勒真经一遍。啊？先伏魔真经。嘿。再来弥勒真经。再来弥勒真经，对，各一次。遍嘛啊。嘿。好。师弟，我们上次回向文好像不是练这样嘞，好像练心经跟弥勒救苦真经嘞不一样嘞。没有，我们在还没有会考之前是那个关圣帝君伏魔真经，再来就是这个弥勒救苦真经。可是如果有回向不是这样哦，好像不是这样嘞。哦，不是回向文哦，对对对。今天有没有要回向？那我们改一下。那我们回向文的话，稍等一下哦。分析啦。可以啦，看什么啊？9点哦。以前是心经人一次，然后弥勒救苦真经3次啊。是心经开始。那心经几遍？稍等一下。心经，然后心经1遍，弥勒救苦真经3遍。那伏魔真经？心经1遍，弥勒救苦真经3遍。那伏魔真经它是没有回向给我们需要的前贤的时候，在每天在背诵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，已经9点了啊。好。好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现在今天就由后学来学习导读。首先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未处啊。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是由得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网络不顺会中断了。接下来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
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勋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。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随意现。说画在普通北辽起源中去，晚年古册在中央。下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的西来白羊子，将耳点给挂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劳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。文信前贤，慢一点点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心点文部接地神。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前两生时六人将，500年关紧随吞，佛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儿青莲护法先生，祝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护法显神。扯起造起遮赤变，头顶森罗七宝须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助星珠挂甲天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我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红羊咬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无妨敕令下身，说服蓝烟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颗，1颗再颗3颗4颗5颗6颗7颗8颗9颗10颗手。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勋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心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随意现，说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将耳因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
劳酸益马，面无香。对儿童。常持聪明智慧，然后并且人劳酸益马，面无生，老母降下天咒。用心持念有神通，周下士原形光内先下灵宫，各王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恩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灾救世灭苦人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16将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，得起造起在日月头顶身有七宝宝星，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家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之吾皇是令地下生，说古来言正中，来往照下真严重，转下当来大丈夫，因而常执念，心神不改，尽神之念，神通大两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王两虽谋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其真念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颗手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、8颗、9颗，10颗手。共受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受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为情，灵宝经正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3千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罗斗今年去招生，使得西来白杨枝，香儿天梯化成金。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益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行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内先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贞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3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8大金刚来护法，
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将，500灵观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。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放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祥云去，十方方敕令记下身，火降，多福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直念一遍神通，直念2遍得超生。只念3遍生鬼怕，黄粱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或者就学习到了。网路不顺了，都会中断了。怎么没有声音？诗婷没有麦克风，没开。还有回向文哦。好，回向文。弟子姓李某某某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赵长明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叶雅平大德，恳叩祈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月慧菩萨、南海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月慧菩萨、济公活佛、月慧菩萨、月慧菩萨慈悲做主。愿叶雅平大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。回归老母回信怀抱。前嫌你的麦克风可以开大声一点吗？感恩。回归老母怀抱。回归老母怀抱。愿生弥勒净土。愿生弥勒净土中。莲开便见慈尊容。莲开便见慈尊容。积德不退无上道。积德不退无上道。在随菩萨下盐湖。网络不顺才会有的声音没有出来，中断了，断断续续的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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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回向文就导读完毕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感谢各位前贤慈悲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前贤晚安。感谢前贤慈悲啊，感恩啊。
目前的慈悲感恩各位天坛师慈悲感恩各位引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网络不顺啊，有的地方会中断哦，少了一些字啊，有一点点功德愿将小小功德回向弟弟赵天顺，还有网络电视台的有一点点功德要回向给弟弟赵天顺，祈求仙佛慈悲，帮助弟弟往生弥勒净土外院，感恩上天慈悲。